那个新营职场那边就往南了，相当于是旧部古坡那边哈，东边就往南了。你看跟这个职场在铁线厂那边连接呢，这条铁路到后面，到红港这个完成中途的那个路线，100年前还是很多年，有一道铁路呢，这个完成正好在这里有过后完成有的到安定之后跟日光第一道公园没有完成，有这么公园到现在这个公园到完成，这是古代的事情。看那王传福就是有人在前面就听了，现在有人在前面烧王子是就是在庙的南边的陆地上，庙堂上烧。但是会有排水路的仪式，排水路也是到那个古代这个从到这个完成这条路，然后到那个东端那边，大部分都是填成那个填土，变成一点点遗迹啊，那变成有水池塘，可以做纪念而已。这个路线可能是从那边来的。看来，集水溪同一个方向。集水溪有改造过呢，在改造之前到底有没有关系，可以研究研究。